继续来看南韩人气真旺的女子团体 TWICE， 今日来展开到世界巡回演唱会。11月22日会巡回到台湾，要伫高雄的世运主场馆来演出。这是因出道10年第一届到台湾来表演，嘛是台湾的成员周子瑜第一届回到家乡来演出，歌迷是相当的期待。同迄天伍佰嘛要伫高雄的巨蛋来开演唱会，讲目前高雄饭店的订房率已经有8成了。几啊条人气歌曲，未少人拢会晓唱两句啊，因是南韩女团 TWICE。伫咧国际上真出名嘛，真受欢迎的 TWICE， 伫咧11月22日登上高雄世运主场馆的舞台，这嘛是 TWICE 出道10年头一届来台演唱，搁较是台湾成员周子瑜头一届转来故乡演出，互未少迷众拢真期待，啊那讲一日也够有伊。Rock 天王500嘛要伫高雄巨蛋演唱，两边拢有真侪迷众，各大饭店拢已经有未少人来注文，毋过。网友面册铺文，准备要看 TWICE 的演唱会，上网要注文房间，却发现万豪酒店的价小竟然就要142110块。万豪酒店嘛随来买货，讲这个网友铺的价小是连续住2暝，一暝3间行政家庭套房的价小，毋是一间房间1暝的价小。因为天团天王要来，也未抢票进前，一关的人就先抢房。参像星逸酒店目前订房率是快速成长，在11月份的演唱会的住房率大概已经来到了7成8成。购福阳酒店嘛伫要无房间，目前住房率已经接近满房状态，只剩下10间左右。那观光局嘛加强稽查，防止业者趁机会提悬价小。本年度一共针对高雄市的饭店、旅馆以及民宿稽查了151家次。在未来，高雄市观光局将持续加强管理以及监督旅宿市场的秩序。高雄大开演唱会是一场接一场，10月有 BLACKPINK， 11月是 TWICE， 迷众拢已经苏卡入手，要为着偶像搁冲一波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